大家好啊！唔知講起九龍塘，你哋會諗起咩呢？係 MLA 嘅浪漫九龍塘，定係對九龍嘅印象只有高尚嘅住宅區？而對我嚟講，九龍塘就係浸會大學，亦都係承載咗我呢4年青春嘅地方。首先，我會講下我入浸會大學嘅起點啦，點解會入去啦，同埋一開始嘅感受啦。然後就會講關於我嘅學術旅途，然後就會講一啲關於課外嘅嘢，最後就會講下我一直以嚟嘅感想，對過去同埋對未來嘅憧憬。首先，試問下有邊個係會想一開始就入浸會大學嘅？我哋咪又係因為入唔到三大，所以先被逼入咗嚟浸會大學。如果可以入到港大、中大讀文科，邊個又會喺浸大讀翻譯？咁試問，顯而易見，我一開始入浸大嘅原因都係因為中學文憑試成績唔好，然後就冇辦法揀到三大，因為當時嘅分數有啲唔上唔落，所以然後喺同學嘅慫恿之下，就話其實你都幾鍾意文學啊。咁我嗰陣就諗，其實好似都有道理。咁聽取咗朋友俾我嘅建議，咁我就揀咗浸會大學作為我接下來4年乃至出社會一直跟隨我嘅一個地方。喺好耐之前，我根本從來未了解過呢間學校，因為一直喺中學嘅6年，朋友或者老師灌輸俾我嘅都係入三大，根本冇諗過需要讀浸會大學呢一個對我嚟講可能係一個鬼地方嘅地方。嗰陣啱啱入咗浸會大學，就覺得呢個地方好似好接，大家啲人都冇生氣咁，大家行喺條路度，行喺李作權，行喺浸大橋，大家好似一個冇靈魂嘅軀殼喺度行屍走肉咁。更唔好講舊校啦，個校舍嘅課室同我中學有150年歷史嘅課室一模一樣，甚至仲細仲舊，搞到好似每一日入咗大學都好似喺中學冇離開過咁。然後入咗嚟浸會大學，因為我依然係冇吸取中學嘅教訓，冇好認真咁讀書，所以就迫於無奈揀咗翻譯作為我嘅主修，直到而家。曾經我都好迷茫，因為根本唔知自己讀翻譯為咗未來係做啲咩，亦都唔知翻譯對我未來有咩幫助。甚至到而家人工智能越嚟越盛行，我根本唔知翻譯可以為我未來提供啲咩。我成日都自我質疑，因為完全唔知道我自己係咪適合呢一科，究竟對未來我可以做啲咩，我係完全一無所知。初試嘅時候，我成日都走堂，因為我覺得喺課堂上好似都學唔到啲咩，我都得着唔到啲咩，亦都冇辦法做好每一個課業，搞到我有啲氣餒，有啲喪失咗自信。但係久而久之，而家開始覺得要珍惜時光，因為喺浸會大學嘅時間越嚟越少啦。咁呢一部分我之後都會講多啲。咁當然啦，大學除咗課外之外，承載咗我青春嘅仲有好多唔同嘅嘢。首先係上莊啦。2年前我上咗文學院學生會，嗰陣係因為人生出現咗啲變化，所以希望多啲嘗試，有啲新挑戰可以消磨下時間。結果呢一個就改變咗成個大學軌跡。至今嗰陣圍住喺搞完迎新營，圍住喺營火，同我啲朋友同我啲莊員一齊喊嘅畫面，仲至今仍然歷歷在目。通過上莊，我舉辦咗唔同活動，例如迎新營啦、學術週等等，亦都令我獲益良多，改變咗我成個大學生涯。咁講起上莊，最唔可以講嘅、最唔可以缺少嘅就係朋友。其實朋友係貫穿呢4年大學生涯，亦都係浸會大學抑或大學生涯入面最珍貴嘅寶藏。因為只有喺大學，你先可以同一班同學一齊不斷上堂，然後慢慢變熟，慢慢成為朋友。亦都唔止同學，浸會大學亦包括教授啦，亦師亦友。因為好多教授都好願意同學生去交流，久而久之，傾下課外嘢，傾下可能人生嘅路向，傾下未來，傾下過去，其實已經成為咗朋友。而朋友亦都係我漸漸喺浸會大學開始鍾意上堂嘅動力，因為有朋友先會覺得自己上堂唔孤單，先可以令沉悶嘅課學變得有趣。呢個亦都係冇辦法唔講㗎啦，就係大學嘅兼職。其實呢個係愛恨交織嘅，因為有金錢嘅收穫，亦要勞動嘅付出。但由兼職都學習到好多嘅技能，因為其實兼職就係生存嘅本質。你又有錢，先可以做好多自己想做嘅嘢。大學生趁有時間，除咗讀書之外，更加應該返多啲兼職，學多啲唔同嘅嘢。話咁快就已經嚟到最後啦，亦都係我喺浸會大學嘅最後一個學期啦。希望咁其實我覺得時光荏苒，雖然一開始好抗拒浸會大學，但係其實發現時間都過得好快。
我好感謝自己嘗試咗好多，亦都會有啲遺憾，即將要離開呢個地方。而家諗翻，其實好慶幸當初誤打誤撞咁加入咗浸會大學，成為咗呢度嘅一份子。最後，我想講，浸會大學呢個地方本質上係冇咩值得留戀，但係呢個地方最令人不捨嘅係裡面嘅人，正正係呢個浸會大學嘅溫馨，佢嘅細，佢嘅舊，拉近咗人與人之間嘅距離，促成咗一段又一段嘅友誼，友誼萬歲。希望我，但係同時我都希望以後都過咗呢2個月都唔會再見到大家，因為如果我再喺浸會大學入面見到大家，就代表我要延遲畢業啦。多謝。